爸爸节，云林县政府是表扬模范父亲，嘛透过这个表扬大会，感谢每一位用心照顾家庭的爸爸。 伫咧表扬大会，大家欢头喜面，上台领奖。今仔日是父亲节，云林县模范父亲和好人好事代表表扬大会，今仔日落来举办。全县推举上来有28位成为县级的模范父亲哦。伫好人好事代表部分，一摆拢总表扬17位，其中会数上大是由水南乡公所推荐86岁周林官。周林官少年时对部队来台湾做军医，听讲了后，伫咧水南乡水北川开业，当地人拢真敬重伊。不只是呢行医多年，然后再加上他本身呢在地方也针对公益活动还有慈善团体不遗余力的投入。期待透过活动来感谢每一位用心照顾家庭的爸爸，同时嘛利用公开表扬的方式，把这感动的故事分享给大家知。 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赶紧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我们华视 YouTube 见。